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5E班吳浩倫，我係5E班黃詠南。詠南啊，你知唔知道乜嘢係歇後語啊？我知道啊，歇後語就好似謎語咁，由2個部分組成，前半部分就好似謎面，用嚟作比喻；後半部分就係謎底，用嚟作解釋同埋說明，代表住話語真正嘅意思，就好似螃蟹過街，就係橫行霸道嘅意思啦。冇錯啦，有啲歇後語要運用邏輯推理去理解，有啲語帶相關，甚至用咗諧音。由於各地嘅語言習慣唔同，部分歇後語會有地區嘅語言特色，我哋要用當地嘅語言去讀同埋理解。最近我睇咗一本書，書名叫做《歇後語故事100選》，內容相當有趣。不如我哋而家就嚟考下大家識得邊啲歇後語啦。好啊，同學，你哋每次有5秒鐘嘅時間去估下歇後語嘅意思。如果大家已經準備好，我哋就開始啦。鸚鵡學舌。歇後語係人云亦云。畫蛇添足。歇後語係多此一舉。熱鍋上的螞蟻。歇後語係急得團團轉。老虎嘅頭上拍蒼蠅。歇後語係自己找死。15個吊桶打水。歇後語係七上八下。8月15雲遮月。歇後語係掃興。對牛彈琴。歇後語係白費力氣。掩耳盜鈴。歇後語係自欺欺人。指鹿為馬。歇後語係顛倒是非。開門見山。歇後語係有話直說。同學，你哋又估中咗幾多個歇後語呢？其實適當咁使用歇後語，可以令到言語同埋文章顯得生動活潑，增添幽默感。如果大家都對歇後語有興趣嘅話，想知道佢嘅出處同埋背後典故，就可以去圖書館借閱相關書籍啦。今日我哋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